许多人以前无有智慧，见识浅薄，逼他人成为狡猾、虚幻者，后来获得财富，受用圆满，别人也很信任，将他看成是贤善和见多识广之人。正如有谓，比说谓是吧？对，此所谓此所谓脚趾年老成主人。从出世间法方面而言，有这样的俗话：具正年老求学问，10年老积财物，80年老成家长。许多人虽然上半生是抛弃一切世间所示的实事者，下半生也努力积聚财物。好，这个方面是很重要啊，大家一定要这个方面看一下，我在这个方面就帮给你们稍微做点解释。曾经是怎么说呢？不懂事的，而且也是很狡猾的那些人，后来就变成也有财富，也有智慧，然后都变成那种就前面所讲的，就是本来是脚趾一个，但是后来呢变成主要的一个领导者，然后就是可以帮助很多人的，也有很多人可以依靠他的一样的这样的，然后大家都认为他那个什么人好、心好、事业好等等这种，就很多人都赞美他的，这些都是无常的，这些事情都是会有的。然后同时呢，就是还有后面有讲什么，从出世间法方面就属有有这样的俗语俗话，具者年老求学问具者是什么意思呢？听得懂吗？相当就是有见解高的人，像比如说一生当中修持有了一定的见解，他可能也是从小就是相当就是这个上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叫闻思修这个过程不能颠倒的原因。这个闻思修呢，先要学习，然后思维，然后最后修持。而且人的一生当中来说的，也是一开始年轻的时候就要学习为主要，相当就是在一个藏区的寺庙里面来说的，就是年轻的出家人都是在学习的过程，然后再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学习达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思维开始，思维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是开始修持开始。那么就是总体的安排来说的，一个人的一生当中的修持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正确的，就持续无颠倒，而且是非常定、非常对的一个安排。那当然，这个也不能说是所有的100%的人都是以这种安排就全部都会得到最后的成就，这也不好说，因为每一个人的意愿不同。所以在一个僧团里面就大家都认为就是这是非常有学问，而且是非常有那种怎么说呢智慧，而且一定会很好的那些，到最后还俗，然后就是去做生意或者做其他的事情的也是有了并不是没有的。所以这里面所讲的相当就是那个具正年老，所以具有正见的，就相当就是具有成就的证悟的人，相当就是一定的证悟的那种人，也是到最后就是有开始在学习的，一生当中就是在修持，然后到最后年老的时候才是去学习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呢就相当就是应该是要继续修持就对，不需要再什么学习嘛，但是也是无常，因为思想的变化不太正确的，
就是这样的，然后施布施的施，对吧？对，年老积财物，对吧？所以从小在修持的过程当中，什么东西都是会布施，然后就是对这个金钱也好，对世间的物质完完全全能可以放得下的很多人，到最后年老的时候，好像就是比谁都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吝啬，什么都要，而且是想要全部都存起来收起来，就这种的变化也有的。所以这些是什么？是一个很好的吗？当然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等于就是修行并没有那么的顺利，然后就修行并没有那么的成功的本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这种呢怎么做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闻思修持，不要颠倒。不要颠倒的话，就是到了年老的时候才是可以求学的，不需要这样的。所以一开始从佛法上面的学问，一定要达到一定的一个怎么说呢，层次，然后才开始修持，开始思维修持的话，那这是对的、正确的等到最后又不要重新反过来要学习的一个这样的，不会落到这种地步。然后对金钱跟财务方面也一样，一开始就不需要特别的就放下一切的，好像就一个人他就学佛了以后，就家人都好像看不顺眼的那种什么都放下，什么都无常，什么都没有用，这些都是世间法，这种执着的话也是不太好。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根据自己可以做得到的范围，是尽量的做上供下施，其余的呢就是不浪费事情的，不浪费物质所以一定要就是正常的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状态去不然就是一进入佛门就是放下一切，不然的话就是不是学佛人，那这种想法的话也是有点太过多，然后到最后的话，你就做了很多布施什么的，把这些全部都怎么说呢，舍出去，全部都没有的情况下，到最后好像感到应该要有点钱，应该要有点财物，这种时候才去努力的去赚钱存钱的时候，就很辛苦的而且也是一个修行人来说到，就这个是不要发生这种事情，就是我们要祈愿的，因为这种事情是会存在的，所以就是一切无常，所以会存在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那个人是很放得下那他也是会有无常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要我们修行，为什么要有正知正念的心，长期调教自己的内心，长期就是要调教自己的内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修持六度波罗蜜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布施是很重要，但是持戒也是很重要。所谓的持戒是什么？你就要知道长期我的行为是怎么样的，这叫做持戒。所以这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就是不然一开始是什么都可以完全放下一切，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执着，但没有在好好的有正知正念的心去管理的情况下，以后会什么都要，然后什么都放不下，都会这样的变化。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然后法师年老成家长，所以呢很多法师在年轻的时候跟人家讲课，然后带很多的弟子，然后就是要教很多的弟子的人，到最后变成家长的也是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从这里一定要知道，修行人我就常常都是跟你们做过很多的对这个方面的开始，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跟你们讲的。所有的人包括自己都必须得要看过去，不要去看，都是要看将来跟现在。现在我们要有一个目的，过去的一切必须得要忏悔，现在的目的是什么？将来一定要好，一定要越来越好。所以就是去年的行为，去年一个事情他修的不好，或他做的不如法，这是不重要，知道忏悔就可以。去年他很不好，今年也是不是他很不好？今年是不是更不好？如果是更不好，那是真的不好，但是他不好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学他，你自己一定要越来越好。
你去年造了业，但是今年再不弄更大的业，不弄造更大的业，这就是我们修行，修行对我们起这样的作用。我们人类众生没有造业的，有没有一刹那的时间？都没有。我们一刹那的时间，心里的一切的不好的想法、不好的念头，都是在造业。一切的念头都是自己的内心里面发生的，自己的内心里面发生的所有一切的念头，多数都是为我自己而发生的。一切的想法，所以这些都是造业的。所以就身苦意三个当中来说到，就身体的所有的那个行为修持跟造业全部都是外内密三种的分别。然后语言方面的造业身体的方面的造业，语言方面的造业，这两个还是造业的这种不是根本根本在哪里？根本就是内心的造业。所以菩萨，你看到一个菩萨杀人，那也我们不能说表面上看到一个菩萨在杀人，所以他造了很大的业，不能这样去想。他的内心我们看不到，他内心可能是度化那个众生，都有这个可能，因为他是菩萨。所以呢，他内心度化众生有这个可能。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他是没有造业以外，他就做了很大的功德。这种故事是不是我们说的，在佛经里面经常会发生的就相当就是在那个怎么说呢，一个人救了500个商人，就是杀了一个人，他就是圆满了多少个大阿僧祇劫的功德，就这样。但是当下一个人看到他杀了一个人，他怎么可能是一个菩萨？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身体的动作跟语言但是他内心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每次都每分每秒钟的在内心里面的一切不如法的行为都是在造业。所以就是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有的人都是在造业，自己也在造业。但是我们知道造业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好好的修，要好好的忏悔，好好的祈愿，好好的就是按照过去的一切的这种行为，就是要忏悔，然后就是要看将来的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今天在这里也提到，就是我们不能评定一个人的过去是什么，现在就是一定是这个样子，这样不要去想，不然的话就是全部都会变的过去弘法的上师也是后来年老的时候变成家长的。许多人虽然上半身是什么抛弃一切实践说是的实事者下半身却什么努力积聚财物都是变化嘛，都是无常。也有上半身是为人传法的阿僧祇，下半身却成了类人，借嘴和讲道。那么阿僧祇是什么意思？阿僧祇是一个名称就是一个修行人的名称。修行人就是有活佛、堪波什么这些，那活佛跟堪波全部都是可以共同成为一个仁波切上师那么就是活佛也是上师，堪波也是上师。那么上师是一个名称，就像这样的道理，就是修行的一个阿僧祇，就是一种成就的象征，所以就非常有成就的，那就是他就是变成这个相当就是金刚上师一样的，这种就是阿僧祇，金刚阿僧祇然后就这种都是会有变化的，会有无常的。那当然这是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但是有少数都会有这种变化。还有些上半身是持戒清净的戒师，下半身却只是成群然后就相当就是在上半身是那个手持戒律清净的比丘者，而且是要跟人家可以传戒律的这种戒师到最后变成下半身的时候，他自己都变成很多的小孩的爸爸的或者是妈妈的那种都有都是正常的，都是无常的。
也有些上半生为造恶业，下半生为意修持正法而获得成就，或者虽未获成就，但已入佛门，似乎往生清净刹土。所以现在的显烈只是刹那的显现。我有任何是恒常的我有任何恒常和稳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一切过去，相当于就是造了多少的业。这里我们一定要知道，从这个里面我们能够可以知道一件事情，而且是我们可以做努力的一个对境是什么？上半身呢，他就是在造了很多业的，相当于就是捕猎的，或者是这杀人的等等的各种各样的，造了各种各样的人。他那种时候那样的就也那个死了的话，那肯定会下地狱的那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那种人。如果下半身他就是好好的去修持佛法，然后就是在忏悔的情况下，那就是这样的，就是修得好的话，那就像弥勒日巴尊者一样的故事。那么业力是可以消除的。所以修持佛法的一个人来说的话，并不是说是你一开始就是出生在有学佛的这个家庭里面，而且一生当中都是没有造业，然后就是这样修持才是可以的。这不然的话，就是你小时候就是造了很多业，而且人格也不好，人也不好，造了很多业啊，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就不能修法吗？那是不对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主要是自己在什么时候从轮回的这种黑暗的这个愚痴的这个昏睡之中醒过来，从那个时候开始自己可以努力。所以我们更加的去自己有信心，因为是什么？已经进入佛门，早就已经从这个愚痴的这个黑暗当中醒过来了，已经进入佛门。但是我们还需要很多努力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过去的一切都是要忏悔啊，不要去想。然后最主要呢，我们目的就是将来就是不要变成前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本身就是有怎么说呢，有见解之人，那么最后就是要就这些都觉得没有什么用啊，是不是想学点文化会比较好那种就是想法？因为这种是很多嘛，因为就是在这个稍微提一下的话，那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些人就可能一开始是怎么来的不知道，可能应该是从显宗，然后就进入了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后呢，就是四大教派走，好像哪里都好像有的时候就好像很认真的，到最后藏传佛教全部走完了，然后就又最后回到那个显宗，然后再就看到就是看哪里有小乘，但还好全部都是一个佛教的团体里面，反正就是在一个楼梯爬上去又爬下来，有的时候就爬上去爬上来，但还没有调下来，爬上去又走下来。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他真正的跳下去，就是去那个到其他的宗教啊。现在我在学那个基督教啊，现在我就是往基督教那边走了，就过去的那些都没有的那种，就差不多就这种啊。这里面就是你们就可以听到这样，那就是一事无成了，就是你就是这个信仰到最后呢，就是没有剩下一个比较健康的精神，其他的成就不成就就不用讲。那么就是正常的一个实践人的这种健康的精神都没有生下来的，因为学习佛法就是这是一种信仰啊，信仰是用什么去信仰？用自己的精神去信仰啊，这不是金钱跟这些没有关系，这就是直接跟你的精神的这个心理的健康有关系的。所以你就走了那么多，就是这样，就哪里都没有办法再待下来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因为你的精进心不够，你的忍辱不够，你对这个你这一生的这个信仰不重视，太不懂，所以就随便轻易的这里也研究一下，那里也研究一下，这样想你去玩，你觉得可能是玩宗教啊，但是呢，就是实际上你就玩你自己的精神，你自己的健康啊，玩你自己的这个
相当就是在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轮回的这种生命，所以这个就非常不好。所以我们就这个方面来说到，也是我们要知道，因为一切都是无常，所以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怎么说呢？肯定说不会发生这些的变化所以要努力，要精进、坚定我们六度波罗蜜里面有嘛，就是布施一个，持戒一个，然后精进一个，然后忍辱一个嘛，还有禅定，全部都是很重要，这五项都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五项都圆满的情况下，才会有智慧呀。所以就你看，布施也很重要，持戒也很重要。持戒一讲到持戒的时候，很多人觉得那是出家人的事情，那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一个皈依的人，就是你有皈依的戒，但是你平常的持戒是什么？你正着正念的心去观立自己，这就是你的持戒这个必须得要知道不然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六度波罗蜜当中的这个持戒，你只是觉得这是只有出家人才重要，我们都不重要，不是这样的。因为作为一个佛教徒，都是有持戒所以就是这些持戒，上是有弟子之间的这个持戒，弟子有弟子之间的持戒，弟子有宗圣之间的持戒戒律，然后弟子有传承或者是传承上师整个的佛法之间的戒律，全部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都一定要长期，就是因果，要知道因果，你做任何破坏因果的事情，都是你在破坏戒律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佛陀所讲的就是十善与十不善。那么大概我们要知道，十善是由我们身体的方面圆满多少，愿的方面要圆满多少，内心的方面圆满多少，这样全部加起来就是10个必须得要做的善，而且是要断除的。就身体方面我们要断除什么，然后就是语言方面断除什么，内心方面我们不能产生什么样子的起心动念，这些都是非常清楚的，要知道，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普贤上师演教书里面，那么就是将因果的过程是一一的非常清楚的写在这个书本上。那书本上只是看一下，你就看完以后完全忘记的话，那就不行。你都觉得这些都非常简单，已经听了很多次无数次那就是非常简单。简单是呢，你只是听过而已，你没有去行持的时候并不简单，对你没有任何的作用，没有起任何的作用。所以把这些都必须得要让我们起的作用这样才是我们学习是有用的。自本自论着康着